今日係5月12號星期一，歡迎收睇香港早晨。早晨，思齊。早晨，倩可。今日天氣都唔錯喎。係啊，中午都幾好陽光㗎。預測係大致天晴同乾燥，日間炎熱，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0度，新界再高1-2度，吹和緩東至東北風。展望未來幾日，部分時間有陽光同炎熱。今個星期中後期有1-2陣驟雨㗎。先睇今朝嘅重點新聞。各位早晨，早晨，倩可，早晨，思齊。今日天氣幾乾燥喎。係啊，大家記得要做好防曬措施啦。預測大致天晴同乾燥，日頭炎熱，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0度。詳細新聞內容。中美經貿高層會談結束，雙方今日稍後發表聯合聲明。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透露，雙方同意建立中美經貿磋商機制。內地連續3個月出現通縮。正泰控股以2億5000萬元人民幣收購一間遠程診斷服務解決方案供應商90%嘅股權。